别的，他竟然是因此而欣赏她，又慢慢的爱上了杉菜这个女主角。她也是不顾她的家庭的反对，那最后都要怎么样都好，都一定要跟杉菜交往。而这个剧呢，也就是流星花园，它就是划分了中国台湾电视史上最重要的所谓的一个分界线。因为这部剧播出之后呢，越来越多的这个电视剧，他们的那些故事情节也好，还是他们的发展，都是纷纷打造出了这个偶像题材的戏剧。所以呢，就很多媒体人都是认为，这部剧呢，确实就是偶像剧的鼻祖咯。不知道大家第一部剧或者是第一部追的偶像剧会不会就是《流星花园》呢？我相信这个媒体或者是很多身边朋友们认为《流星花园》它就是所谓的偶像剧鼻祖，我觉得这是有根据的。因为就是他们这个2001年的时候开始播出了之后，我相信很多人就开始很仰慕，或者是觉得哇，就觉得那些偶像怎么会那么的吸引人呐，就觉得他们就是一个很厉害的人，所以他们就想要去向往这些偶像也好，或者是他们喜欢的明星。所以很多剧电视剧也好，还是电影的一些情节也好，多多少少他们都是会有联系一点点，觉得男生就是要非常的嚣张跋扈，或者是很霸道总裁的那种感觉，而女生呢可能就是出身没那么高贵，或者是就是比较贫寒，比如像杉菜这个女主角一样。所以他们就是以这种形式可能就是男生是非常大男人，但是之后看到一个他非常心爱的人，最后还会有一些性情上的改变咯。这时候我们一起来听下一首插曲吧，有的就是 F4 庾澄庆的歌曲《我真的很爱你》。